各位乡亲，非常的感谢大家在按摩行的中间来共同来研究客家语言白话语文啊。今日同大家做一个播图说明的是722客家语言语文中国级认证补强试题教材第17啊。课文141对照录音。同时加上补充试题的解题嘅文言嘅常见时常看到嘅一个语音有所，而嚟加强错误嘅语音呢，提供出来俾各位乡亲大家嚟做个参考案啦哈。头下同大家所讲哦，客家语。客家话、河洛话都有连音诗啊，一个过去多年大家都会讲，但是语音让嘅来嘅呢，时常在这个一个工作之中啊，提供俾各位乡亲来了解安尼哈。一个可以讲来讲啊，1世人对1968年开始啊，出来研究一个客家白话语文之中嘅连音诗。客家语言连音也下当前啊，体系上嘅 A 音嘅都系用嘅本音诗。乜嘢係本音詩呢？就係講啦，母音韻母音冇有韻母音，所以就用 A 也係。一个用 A 音嘛，伊冇加上声母，所以语文语同文啊，也只有本音有母音。像怎讲啊？牛尾就变讲啊牛安尼。安尼个诗呢，也有两种嘅写法安尼哈。一个牛尾是尾一只诗呢是单位名词。头前一天来讲名词安尼哈，按过一个山歌，一个楚辞，一个的陈词，阿同我啊也冇用连音喎，而且大部分都系用了一个音，所以你小下来别下5,000年老师等人他教啊，都用一个连音，所以唱起来非常有。客家嘅意思哈，一个文史方面嘅用法，冇符合嘅文化嘅音义性嘅用法吧，所以严重影响到客家语、客家话嘅，同时客家嘅歌声嘅音色、音质方面影响到非常嘅大安哈。同时在相当看到当前嘅河洛语言嘅联谊嘛。体声同体声呢，同客家话嘅声母、韵母是相同啊。像讲啊，客家话讲啊，有诶啊，有诶一个音啊，河洛话就会讲啊，红诶，红诶，安尼哈。所以体声嘅一个本音，河洛话用阿音，一个体系上同客家话嘅体系上冇相同哦。一个河洛话嘅体系上是高音到中音，但是客家话嘅是中音到大音啊。像种在词，头都所讲啊，前面一定要接名词。像种河洛话讲啊，牛啊牛诶啊，蚵仔煎啊蚵仔煎一个。鸡咩啊？鸡饼咧啊？鸡仔饼安尼哈，所以等嗰度河洛语音相同有连音诗，所以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连音诗嘅用法去传呢这个，也希望嘅文化部以及客委会啊，来加强嘅方面，咁我。也下佢大乡亲都讲，现在嘅唱歌也好，讲话也好，
脱离了客家嘅传统嘅语言优美嘅素材啊，一点大家要来共同努力安尼吼。大家都伫咧不同国家族群地方，也有不同嘅语言语义嘅文史文语，歌曲方面嘅用法也有所不同哦。对，也系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康熙字典同国语字典啊，一个华语使用华语嘅诗嘅文史同用语，所以也拿来参考客家语文、客家语应用嚟做参考，也是非常嘅好安尼吼。但是唔好做到经济安尼。所以研究语言要有声母、韵母、声调，文史方面要有音语形嘅。以外呢，注意到外来语好多客华语统全部都系有外来语同俗语等等多种因素，致使研究客家语、客家文啊，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渗透教化方来不但安尼哦，还要注意到故事嘅古音、今日嘅野客嘅语言同华语、英文用语嘅文法，要有文法。怎样发出研究好势客家语音嘅结构同注音，尤其注音方面呢，希望教学嘅先生小子大家啊，对后使用语音分明脱了，好听啊，那唔系念牙太子，也就要来注意到注音，所以怪唔得一个客委会嘅认证考试伫度里啊。一定要注意到个注音，那系人分啊，就不了解了哈。所以客语也有不太词类同适用在某个地方，要注意到一点，同英文完全是相同哈。语名词来讲啊是呢，人事体物啊，代名词、动词啊、形容词、副词一个用法係一樣嘅啊，等等。最后呢，也把第八个感叹词、感叹词、创伤词、连音词啊，是客家语特殊嘅语音用词，当前呢，一个演讲比赛也好，一般讲话也好，对一个感叹词啊，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就有不同嘅感叹詞同創傷詞同連音詞，尤其連音詞呢，一個聲母一共有8音，一個韻母只有 R、A、O 嘅，所以一個語音也就會講啊，聲母加上韻母啊，一共有8音喎，嗬。R 嚟講啊，是呢有哇啦呀嘛那呀加8個音。A 嚟講啊，是呢有喂嘞耶咩嘞嘅8個音。O 呢，我來有冇能我個8音。這 R 同 O 呢是用二共彈嘅，二共彈嘅呢就是按照形式，用目字看的呢就是實體詞，實體字啊，萬文順意安尼。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多共同來研究一個安尼嚇。再講一遍哦，一個假使講啊，冇用語音，一個語音就係講啊，聲母、韻母、聲調啊，一個文字也係冇符合於一個語文嘅那個文化吧，而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客家嘅歌聲嘅音色同音質，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努力研究安尼嚇。再講今本嘅標題嘅圖則呢，由阿昌先生呢提供本嚟嘅嚇。一個就面到講啊，一個本嘅標題嘅圖則就係講啊，客家私人語文中國嘅語文補強試題第17嘅標題啊，一個主要是講啊，一個依照一個圖呢，將過去所提的嘅
一个大有诗啊，讲本写出来，本大家参考，本大家来轻松一下，安尼哈。第一个呢就讲啊，日落西山一点破，阿昂新阳采间房，两人约天对时机，对夜到能上眠床，安尼话。好，新阳就讲哦，阿妹山外一蕊花，自从毋是本人命，今暗晡毋同爱命。天光日爱就同我家，一个昂中央的对喏，都讲啊，阿爸本爱一支葱，自从毋是拿来用，今暗晡拿来吃用，一打就濒临崩隆，安尼话，所以最后呢，就做这个结论啦。昂毋知火力强哦，双脚张烈。坚韧上，开创一大从日台啊，信仰险险跌落眠床，安尼话，也问大家一个是大有诗啊，纯粹是学术学语实验时机啊，问大家来拿一下安尼哈，也可以讲得讲啊。一个18位学习啦，所以大家拿个就可以，所以也迄本游戏讲啊，学习个阿爸，我侬乜个名啊？学爸，学爸了喂。再讲呢，今日提供本大家来谈嘅歌曲呢，非常好谈哈。人心不足沙屯上，以沙比现在嘅情况来做个表示，由平方手指所创嘅。佢一個海陸強，由呢啲數字所創嘅呢，昂然又昂富嘅海陸強，昂然又昂富，安尼嚇。佢呢一個胖所創嘅，一個頭先所講啊，昂高一聲，嘿嘿，有時就昂高一聲，有時就個真理嚟嚇。人心不足沙屯上啊，也唔，所以各位鄉親，大家注意到一度，沙尾上呢所唱的歌嘅呢，又非常的有意思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聽歌曲，不管是客家嘅好，好樂嘅好，互相嘅比較啊，咱可以要互相比較啊，互相嘅交流，總有辦法求進步哦。所以我會提出好樂客嘅條嘅歌曲嚟做個比較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也個注意到，曲也好啦，樂器也好啦，唱歌嘅知識也好，咬字用語一個唱歌嘅內容、作詞嘅內容用嘅，也係非常嘅要注意到安尼嚇。後來今日嚟講，客家實驗中文一個富強詩題17詩，課文亦是英語對照錄音，加上補充解題本大家嚟記得嚇。今日講嘅呢是常見時常聽到，個常談嘅客家語容易錯誤嘅語音到底有幾多嚇？大家要記得咯。講話咬字用語，語音分明，特略好聽啊，唔乜嘢牙帶詞，就能夠足以增加講話嘅人嘅人品、TV 等等嘅好處。不管是做公務人員也好，也嘅做生意也好，處處都要注意到講話也都咬字用語語音要分明等等安尼嚇。後來我哋同大家嚟將數十多個容易錯誤嘅語音呢，一共分為10類啊。有數片嘅呢，就係講錯誤嘅語音；做片嘅呢是成功嘅，就係正確嘅嚇。就咁講，啱咩呢？容易講成啊啱嘅，安尼嗬，安誒，一個是語音差10分多，啱咩哦，冇講啊安安尼嗬。第二，
东昂，东昂是中央的意思啊。那个东昂，这个变成东岸，东岸，因为方言啊冇 ng 嘅音，所以会读完呢东岸啊，昂会变成岸一个音。第二呢，第三，希望一个呢变成希望，欺骗的是哈，希望变成希望，哦，一个佢重有一个音。第四，呜呜一个 v 嘅音，但是变成我站在呜啊，呜啊呢啊，也啊呜喂啊，用 v 呜嘅音，唔好用站在呜啊，一个听嘅你三民主义啊，同移民也嘅你啊，佢度度冇。亦都河洛话嘅一個講啊幾難讀嘅素材，也係視覺嘅素材。一個你也讀到你啊，俺呢那個話從日本話你上河洛話全部變那個你上啊啊，一個你嘅發音唔錯啊。第六呢也係佢都唔錯嘅嗬 ，L 哦，一個 L 會錯哦。一个变了，加上一个 e 变成腰哦 ，l 哦 ，tail 变成 tail 按那个音哈 ，l 以始终会加上 i e u 中讲哈，i a u 的音 ，tail 呐变成 tail 呐啊 ，l 倍数啊 ，u 倍数啊，最神奇嘅就讲，你妈讲。後嘛，亦都講後嘛，會變安尼些。再我第七個呢，就四則音節嘅啊，只有客家音有嘅啊。四個音是韻母四音節嘅，或者係高雄、何以無昂雄啊，就會變那個雄，四以翁雄，也就另外一種講法。按個呢？如果变成河洛音，向高向哦，变成向，何以昂向会变成那些。那个群欠群哦，会变成群哦，嗰群欠变那个嗰群欠会那些啊。第八呢，三音方面嘅四音語啊，冇建設音，四音法冇建設音。所以其他主音嘅符號嘅發音，講做也記五六個本大家嚟做個參考。第個冇結實音，就是講啊，國語、方言嚟講啊，支持時日語一個音嘛，一個通常客家語四音都冇，變成支持時日所以主音喺度嚟也冇一個語音建設音嘛。實嘛揀轉嚟佢，所以講啊，22嚟講啊是呢，客家人全部講2是2啊，2是2啊呢嚇，一個一點呢，大家注意一下揀實音。但是在一個方言團體裏頭裡啊，一定要注意到一下喎，冇兩三下都俾人看出到講啊，你哋客家人冇要緊嚇，第二個呢，強短音，就那個支國語是重音，支持時按呢唔係，客家音我個支持時按呢啱，什麼雙音同下音冇咬到嚇，冇咬到嘅都客家音。另外一個呢，依個音嘛。實嘛嘅見啊，就向後推哦，就講馬嘅意思啊，也就客家音；馬嘅意思啊，也就國方言音。哦，一個再講到一個波破莫火火同烏啊，都有加上 v 嘅音喎，火唔係火啊，烏用 v 烏一個音。
所以一个客家语音同方言语音一同有伫倒里啊，也有64个音母伫倒里，一共有43个，所以64分之43嘛，也要注意到。所以亲像讲啊，语言个语 IUN 啊，语言就唔要安尼讲，语言啊，所以做歌词嘅时阵，要分流通分，这个其他嘅乡亲，好多乡亲也好，方言也好，也个要有也四国嘅所在嘅语音，一路撇开，安尼吼。其次呢，像种啊 T43，同一个 T63啊，俺哋客家话叫做重大音，即係講影響力嘅力，樂意力安尼。按一個符號是相同哦，但是關於同方言就差個多。關於樂意力影響嘅力啊，力嘛多咗力吼。按 T63呢，那個讀一個客家話呢，就重大音。方言模擬上市，好多有就高音到重音安尼。T33嘅呢，也係要畫一個圖示，這個問大家嚟看嚇。T33嘅符號，方言同客語漢語拼音嘛，符號是相同，但是發音咩一個符號那個方式唔相同。T 嘅方言 T33呢，是由 T33到 T23的最大上安尼。但是客家語嘅 T33就是由高音到大音到南方的中音安尼啊。再看到 T43方言呢是由高音到中音。客家話呢是由中音到大音安尼吼，所以一點呢，大家要注意一下。T9聲母尾音頂上經常缺少乜個音咯？一個方言啊，也可以講MNNG 一個 BDG 以前 PDK 也6個音嘛，MNNG 是同時一個連音式底度裡嘅聲母啊，有8粒，可以講方言都係冇嘅哦。就是講嚟講是呢，哇沿用烏漸對嘅，哇啦呀嘛那呀加巴一個音嘛，個方言底度裡是冇。所以方言底度裡我嚟唱連音式嘅歌聲啊，實在個困難安尼吼。另外T10嘅聲母嘅尾音嘛，一個 NGI NGI 嗰個會變成呢 V 嘅音發唔出來 ，NG 嘅音也係發唔準確，一10.5難以發音嘅素材呢。希望各位鄉親來看我嘅網站底度裡所寫嘅同我講嘅方言呢，都是嚟參考嘅咧吼。再看第二個容易唱嘅客家嘅語言，一個嗰啲啊，我嘅文章底度裡所寫嘅有數篇嘅，叫做唔錯嘅，讀唔錯嘅啊。先講平常是昂上。但是如果變成平常安尼哈，平常變成平常一點大家注意。按個有雞腸茶，雞腸茶，就會咁樣講啊。一個腸呢，會變成陳，會講一個嘢，會講一個嘢，雞陳咗啊，當然講關係就好嘅啦哈。按個頭那個頭。頭 L 頭，好多音呢，一個也是那個可以講死角的地方，看唔到嘅地方，就講跳那，一個 IEUS 嘅
言之 A 世界以词言为编程，义乌听到讲过诶。现在讲啊，猫，伊就讲啊，喵方啊喵，语名猫，伊就讲语名喵，安尼喵安尼言。逐个有录音室入场时，开个入场时，逐个时间呢，伊这边呢，租诶，逐个怎么租诶？现在闽南个逐个门变成个租诶门，租诶门一个逐事有录声字 ，PDK 个呢，观音是冇个。好，再看呢第三呢，三咩，伊这个突出变成三个四个唔係三個，三咩安尼好，第六，減少變成減少變成出個變成減少，變好多音片減，加減啊好個減安尼減出變好多音片。第12變成12點，幾多點咯？12點一個12點，我一個主動，你頭度所講嘅有一個差別嘅素材啦，你1、2、3、4、2一個阿拉伯字阿拉伯字嘅呢，跟你同量冇相同第8，電台和愛台變成個電台它變成多個音電台安尼。這個19，高台變成高台高台安尼一個做配音字，高台突出高台安尼。公器變成公機安尼話，再成個11，電力一個最多音錯嘅。電力ทุก種電力變入電力變安尼，變入電力安尼第12，廢柴嘅廢柴嘅變咗成廢柴嘅，一個物體嘅素材是用廢，平行嘅素材呢，行為嘅素材那個廢廢cái nhìn coi phai nhìn coi phai好，第13，phá呀，phá 也對，cái phô呢有帶着 v 個音，但是變成華呀聲音用華呀。第14，語名貓變成語名貓安尼安尼。文語，就用文呢，用 V 嘅音，但是出到講減低無語，變成無語語現在唔得，冇得講無語安尼所以講愛呢，伊就變成講奶愛變成奶安尼一個呢，一個也係女僕嘅向前啦。cái ngày này全部講奶，變咗奶年啦，ngày年啦，ngày面奶sắc theo vô，所以文古社會戲題都有講出一句話，吃了變成個死了做個鬼嘅音，變成惡變成一個就個多年。語音好上一批啊！利用翻譯嘅轉安尼這個一個非常嘅重要。服務變成個服務安尼要服務一個音服務安尼一個音服務錄聲字就出來個務呢是講對這個微務一百呢，就會一變成一個變成安尼那個語音有問題。主10變
变成湿注湿变成注湿，就皮嘅变成皮嘅炎注湿啊，注湿啊，心肝啊，一个心变成个心 M 嘅炎变成 N 嘅炎嘛啊，心肝啊，实际上心脏嗰個心 M 嘅炎，講出來心 M 嘅炎。烏色頭都講過啊，嚇，讀到烏嘅時間呢，用 V 烏嘅炎，我前頭講啊，娃娃滾，會講對滾嘢係娃娃滾啊，一個 V R 呢，一個娃娃滾 ，V 娃嘅炎，娃娃滾啊。25鄉親變成鄉親啊，鄉 HE 和後一樣，時常會變成講啊 XI 我以前做個 SI 啊，鄉變成鄉啊，那嚟點鄉哦，嚟點鄉，唔分咧香水按鄉啊。香料一個香，一個發音唔係香，淡音啊 M 嘅音，往往就會變成淡音啊，淡音用 IN 嘅音啊，淡音 M 嘅音，感覺，講一下呢就會變成感覺啊，感覺哦，一個覺，一個覺。變咗格哦，感覺安尼嘢嚇，亦變格是喉嚨音，哦，感覺變成個感覺樣嘅嚇，個壓格，個惡覺變成個壓格哦，感覺安尼變成個音。個聲音呢，聲音呢，變成聲音呢，聲音呢，一點呢，希望各位鄉親。這個聲音呢，一般就是河洛鄉親所講的話啦。因為當前一個有婚姻的問題發生了，河洛話講話會混合做強下，但是老公係客人，家位是河洛人，所以講出來個聲音的呢，久違以後會聽我也講的話，一個母羊講的話。所以講我要辦河洛音嘅就出啦，濕咧變成個濕嘅安尼嚇，即係講阿伯也個嚴重哦，要阿嘅阿伯一個在字前面一定是名詞為了也免那個別個音阿伯阿嘅殺馬呢？通常殺馬是阿殺，是應該是阿殺 AT 嘅音殺馬變成殺馬杜黑也係要變成浪黑一個本音客家話是杜黑安尼變成個浪黑是浪是河洛話第三是語言。變咗講係語言，NG 就唔做啦，所以講我都講語言，一個語言個語言考試呢，時常會出現到一道事情出現，唔係唔咩，你出講就變咗講唔係，係就是呢。讀到否定句嘅時間讀咩，問句嘅時間呢咩，轉做句嘅時間讀咩，實際也就是係唔咩安尼個音，唔冇也複合音，唔冇咩講唔好，但是唔好音同嘅事12十八年變成12年因為10有 P 嘅音
18人按个呢是连音字，这个呢首先是接数词，末出指示代名词，指示代名词，呀个大写的个也都是数目字的个12人12人会变哪里？28人会变哪？21人21人音调都要调，变成个音m 音 im 音变成个音音调变成调都要调这款呢一个美容中学一个他个人对为一个古音过去的音一出过去音个美容中学唔系美容中学，美容中学是3点水加上阿弥陀佛的弥现在完满是现过去的语言也下呢世界上紊乱紊乱所以伊讲美容中学也冇乜嘅唔错啦，但是这个地的讲写出来的世界美容就是现在的美丽的美，美容就是弥漫的弥阿公也点呢一个翻译呢最多唔错嘅阿公变成阿公，好多话整过来嘅方式变成方式也就冇法，也就关于先43学习呢变成学习P 嘅音改成 D 嘅音接下來接下來變成接下來，哪接嘅接下來呢音，農業變成農業呢音，叫塔茶變成呢塔變成個塔，叫塔茶變成塔嘅塔。cái diệm thô ác thác cho thắp xả phi cái diệm đó là thác cái diệm hy mong bên là xì mong biểu hiện bên thành biểu hiện có vui bên là có vui theo đó cho kích động cái sầu bên là kết động kết sầu以上50位呢希望各位乡亲都参加个参考看本文的诗考试时常会考所以大家要记得头都所讲的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讲语音还有标准讲出来的话语语文有能够脱了课堂，同时为一个足以提高我们的人品 TV 等等的好处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语言唔错嘅所在强开改过啦咬字用语言嘅分明脱了课堂唔好念牙太词尤其个歌唱歌嘅欣赏大家一个语言要清楚清楚等于怎样的伊讲的话唱的歌的一字一语非常的清楚以上呢就今日所提供还有一个60到80还有80-90个听过50呢是80会提供本各位乡亲来做参考。大行有讲到讲一个看图所讲故事啦讲故事同说同讲意思冇相同开头的时间按样来讲开头的时间各位乡亲各位手指大家好开头的时间一个讲故事的时间呢就头摆或者现在像图里的第1章、第2章、第3章样样
通常是讲2章，结束的时间，比如讲啊，以上个图题讲非常的生动，有意义，个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感听，一个基本的一个翻译啊，可以添加个语言个时间的长短安尼。以上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已经讲啊40分22秒的录音。底下呢，其他参考资料啊，详细明白同我讲哦哈。主要帮大家加强大家个那个脑海道理啊，加强。第一个是一个中国嘅民生教材嘅呢，文范博士先生啊，就陆续电拿出来这个 YouTube 伫度里，同时客家实验北方语文的研究啊，已经有16篇啊，也系一个点一个名站嘛，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一个16篇完全好真切看得出嘅。另外客家商业用语批发也相同16篇另外还有个客家北方语文嘅研究，像出版社也会去等像100篇啊，一个文化详情同埋第二在 YouTube 伫度里一个录音部分，请大家有限多来听可能是呢另外呢，我是主要是研究一个客家北方语文伫度这个连音诗啊，写为100篇文章，故事本大家来做个参考。所以一个来讲啊是呢，一个连音诗上目只有 R、A、O 3个，但是个数是1、R、E、O 安尼R 同 O 呢，虚字有2共谈嘅，R 有瓦拉亚马那亚加巴嘅8个音，A 呢有维拉耶美那亚嘅8个音，O 呢有沃罗有莫诺亚个8音，所以现在讲A 来讲是呢，我聽嘅，我看嘅，我識嘅，咬嘅，割嘅，鹹嘅，個仔字嚟講是呢，講一個硬嘅，割嘅，乜嘅東西安尼，所以就請大家呢篇名站喺度裡詳細來研究同埋天數推廣客家北方語文嘅連音是非常嘅重要，所以連音是天語上喺度裡嘅呢，同客委會同一個文化部呢，佢有冇相同但是我唔敢講我可以清楚，但是我是依照一個64個音母喺度裡，統計分析成17組，再成8咧就是講A 來講是呢，為了人們能夠8個音，一個聲母，一個實體字，望文生義所以體育上呢的同一個一個兩個一個一個從介紹到介系詞前面一定是加名詞跟推名詞所以體育上嘅呢第一個上次講同大家報告分分呢那用嗰邊就分呢咯，因為我研究到講一個北部嘅鄉親講嘅分呢，南部一定是講嘅分呢，河洛話也是的國語也是分的，它用在是體系上前面一定是加名詞，所以一點呢一個大家共同的研究一下一個體育上嘅，因可能一個連音是 A 音嘅咧，冇體育上研究係除咗這個用在字頭前是接動詞，乜個係動詞呢？動詞溜嘅講嘅Q 嘅一度呢兩個動詞加上在字就變成名詞所以一個分呢
一个是一般后尾嘅呢，是利用到汇率银，汇率同实验是差量银，纷纷是实验化，呢是汇率化，安尼吼，一个也怪唔得，一个俺哋嘅四海太平安，俺哋客家话有5、6种安尼吼，所以喺中间會參插到嗰度一道語言安尼。體系上嘅咧，頭度同大家所講過，河洛客同相同有聯音式，有聯音式安尼。但是在政府同大家講一下，一個學研究客家語文啊，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嘅語音、語義、文字、文樣，所以康熙字典以及國語啊嘅字典啊，是屬於華語用詞用語，所以是可以拿來當作是客家語、客家文嘅參考應用，是非常嘅好安尼吼。最後呢，希望各位鄉親，若係要研究客家語聯音式啊，可能係最大下嘅一個我對1968年開始研究嘅語言，寫我這個名站喺度裡，不管是那個《屏東時報》、《天子報》，也係有教材名站，也係客家天子報，也係雅虎、谷歌、YouTube， 全部都有安尼吼。甚至睇到嘅名站也同啊，這個康啊台啲有哪些嘅評項安尼吼，也出本大家來做個參考。以上今日就講對這個希望大家感謝你，也祝福也phải參加考試嘅鄉親啊，能夠高分通過客家語文高級認證嘅考試通過。提升客家族群一個語言嘅教師嘅數量以及素質，安尼吼。以上感謝大家，再見。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